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3月2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12节到19节，出埃及记第11章第1节到第4节，11节到14节，哥林多前书第11章22节到26节，约翰福音第13章第1节到1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为了你们。今天是圣周，就是受难周的最后晚餐的日子。在正确的圣周礼仪呢，大多应该是在今天晚上守圣礼典。但是越来越多的改革宗教会已经将这一个圣餐合并到礼拜5的受难礼拜当中了。那今天的重点其实不在讨论说哪一天才是对的，而是要分享的是圣餐真正的意义。在英文的圣经里面是这样写到的 ：This is my body broken for you. Do this for remember me. This cup is the New Testament in my blood. Do this while you drink it in remembrance of me. 这是根据圣经，特别是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所留下的教导跟提醒。也是现今成为基督宗教圣礼典当中主持的牧者啦，或是服侍的同工们都会念的一段话，其中这样行来纪念我，是圣餐里面对基督徒要求的一个生命见证。因为耶稣基督以他的身体为我们而牺牲，流了他的血为我们洗洁净。代罪羔羊这个概念在出埃及记的逾越节当中记载得非常清楚。出埃及记第12章第1节到第4节，11节到14节这样说道：逾越节，上帝在埃及对摩西和亚伦说，这1个月要做月份的开始，作为1年的第1个月。你们要把我的指示教导以色列全体人民。在本月的初10，每一户的户长必须为他们的家挑1只小羊和小山羊。如果他们家人少，吃不了整只羊，就可以跟邻居分1只。以人数和食量的比例分配。你们吃的时候要快快的吃，要束紧腰带，穿上鞋子，拿着杖，这是上主的逾越节。那一夜我要巡行埃及，杀死一切投胎生的，不管是人是畜生，都要杀死。我要惩罚所有的埃及的神明。我是上主，门框上的血是你们所居住房子的记号。当我看到这血，我就要越过你们的家。在我惩罚埃及人的时候，绝不伤害你们。你们必须纪念这一天，为上主守这个节。你们的子孙也应该守这个节，立为永远的规律。在犹太宗教的礼仪里，后来这个逾越节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出外的犹太人也都会想尽办法回国，回圣城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因为上帝在这一天以羔羊的血救了他们，并且带领他们的祖先出了埃及。
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6节记载了保罗对于圣礼典的看法以及教导。他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以及现今教会的每一位基督徒你我，他这样说道：我对主所领受的今天也传给你们。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感谢上帝，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牺牲的，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吃过后，他再要拿起杯，说：这杯是上帝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你们每次喝的时候，应该这样做来纪念我。这样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你们是在宣告主的死，直到主再来。为了拯救世人的罪，耶稣自己他成了代罪羔羊，他的身体为了世人而打破牺牲，他的血为了洗净世人的罪而流出。他只求世人学习他。耶稣说：这样行来纪念我。耶稣在最后晚餐时设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典范，他要求学生们这样行来表明自己的信，因为他都是为了世人而赐下的救恩。设立典范，约翰福音13章1节到17节的经文这样子说道：耶稣为门徒洗脚。逾越节前，耶稣知道他离开这世界回父亲那里去的时候到了。他一向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他始终如一的爱他们。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在吃晚餐的时候，魔鬼已经控制了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的心，使他决意出卖耶稣。耶稣知道父亲已经把一切的权力交给他，他知道自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又要回上帝那里去。他从席位上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在腰间，然后倒水在盆里，开始替门徒们洗脚，又用毛巾擦干。他来到西门彼得跟前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替我洗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日后你就会明白。彼得说：我绝不让你洗我的脚。耶稣就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西门彼得说：主啊，这样的话，不止我的脚，连我的手和头也洗吧。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全身都干净了，只需要洗脚。你们是干净的，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干净。耶稣已经知道谁要出卖他，所以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干净。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穿上外衣，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他问门徒们：我刚才替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尊我为师为主，这是对的，因为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我尚且替你们洗脚，你们也应该彼此洗脚。我为了你们立了榜样，是要你们照着我替你们所做的去做。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奴仆不比主人大，奉差遣的也不比差遣他的人更重要。既然明白这事，你若能够实行，是多么的有福啊！宝血为我们而流，身体生命为我们而牺牲。学习基督的模范，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12节到19节。因获救颂赞上主，我爱上主，因他垂听我。他垂听我的祷告，我每次求告，他都垂听我。12节开始，上主赐给我一切的厚恩，我要怎样报答呢？我要向上主举杯，感谢他的救恩。我要在他的子民聚会中向他还我所许的愿。在上主的心目中，他的一个子民死去是多么的痛惜的事。上主啊，我是你的仆人，我跟我母亲一样侍奉你。你已经释放了我，上主啊，我要向你献感谢的祭，要求告你的名。我要在你的子民聚会中向你还我许的愿，在你的殿宇中的庭院里，在耶路撒冷信守我的诺言。我要赞美上主。感谢主赐下救恩，因为你怜悯我们，爱我们，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而舍。主啊，谢谢你的恩典，盼望我们能够活出洗脚的见证，彼此相爱的生命，来见证你又真又活的救恩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